如果你没看完这个影片，下次起身时可能就会跌倒。我不是在吓你，这是真实的医学观察。我们的身体就像一套红绿灯系统，当你长时间不动，这一套系统就会逐渐失灵。每年台湾有超过10万位长者因为平衡失误而受伤，有些人从此再也站不起来。但好消息是，你的平衡系统没有坏掉，它只是睡着了，就像一台电脑进入休眠模式。我们需要的不是换新机器，而是按下正确的唤醒键。今天我要用3个简单的动作，帮你重新启动这套救命的反射系统。不需要健身房，不需要昂贵的器材，只要一张椅子和一面墙壁，跟我一起，用科学的方法唤醒你沉睡的平衡能力。这不只是为了不跌倒，更是为了重新掌握自己的人生。别忘了订阅频道并开启通知，接收我们最好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有没有在追踪这一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1，如果没有，请打0。我们身体的平衡反射就像肌肉一样，是可以练回来的。这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，而是有科学根据的神经肌肉训练。今天我会教你3个经过验证的动作，每天只需要几分钟，就能开始改变你的平衡能力。不用去健身房，不用买任何器材，只需要一张稳固的椅子和一面墙壁。我不会跟你讲太多理论，因为理论不会让你变稳定。我们要一起实际操作，你会亲身感受到身体的改变。这3个动作，每一个都针对不同的平衡系统，从脚底的感觉神经，到内耳的前庭系统，再到核心肌群的协调能力。现在让我们开始第一个动作。第一个动作叫做单脚脚跟抬起。这个动作专门唤醒你的小腿深层肌肉。我们医学上称谓比目鱼肌位。什么要从这里开始？因为这块肌肉是你站稳的地基，它负责在你每一次移动时微调你的重心。现在让我一步一步教你怎么做。首先，站在墙壁旁边，让墙壁成为你的保护，但不要依靠它。选择一只脚座位支撑脚，另一只脚可以轻轻抬起或点地。这里有个关键技巧，膝盖要保持微弯，不是完全打直。很多人做错就是因为膝盖锁死了，这样会让大腿肌肉抢攻，我们深层的小肌肉就醒不过来。保持膝盖微弯，脚跟贴地，然后慢慢的，非常慢的把脚跟抬起来。这个慢字非常重要，因为我们要的不是力量训练，而是神经再教育。当你抬到最高点，停留1秒钟，然后慢慢放下。你可能会感觉到脚踝附近有轻微的颤抖，不要害怕，那正是你的神经系统重新醒来的讯号，就像一台老机器重新启动。一开始会有点不稳定，这是正常的，每天做8到10下就够了，不用贪多。记住，我们要的是品质，不是数量。做完一只脚，休息一下，再换另一只脚。这个动作看起来很简单，但它正在重新建立你脑部和脚底之间的沟通管道。稳定不是靠蛮力，而是靠神经与肌肉之间精准的对话。当这条对话管道畅通了，
你自然就站得稳。为什么我们要从脚开始？因为平衡就像盖房子，要从地基开始修。你的脚底有成千上万个感觉接收器，它们每分每秒都在告诉大脑，我现在站在什么表面上，重心偏哪一边，当你长时间不训练，这些接收器就会变得迟钝。第一个动作就是在唤醒它们。现在我们要进入第二个动作，这次我们要关掉一个你平常最依赖的感官系统。你的眼睛准备好了吗？接下来你要打开你内在的平衡感。第二个动作叫做闭眼单脚站立。大多数人太依赖眼睛来维持平衡了。当你闭上眼睛，你的内耳前庭系统和脚底本体感觉才会真正醒过来。这个动作听起来有点可怕，但相信我，它是最有效的平衡训练之一。让我教你安全的做法。首先，站在墙壁或稳固的家具旁边，确保你随时可以扶住。选一只脚站立，另一只脚轻轻抬起，大概离地5到10公分就好，不用抬太高。一开始，先睁开眼睛练习，感受一下你的脚底如何分配压力，你的脚趾是不是会自动抓地板，你的脚踝是不是在做微小的调整。当你觉得稳定了，深呼吸，然后闭上眼睛，试足维持10秒钟。当世界变黑的那一刻，你会感觉到身体开始用另一种方式在听自己的声音。你可能会感觉到轻微的摇晃，这是完全正常的，甚至是好的指兆，因为这代表你的本体感觉系统正在重新校准。如果你摇晃得很厉害，没关系，可以稍微碰一下墙壁，或者睁开眼睛休息一下，然后再试这个动作，再训练你的前庭系统，也就是你内耳里负责感知方向和平衡的器官，还有你的本体感觉，也就是身体在空间中的位置感。每天练习2次，左脚和右脚各做10秒钟，不用多，但要持续3个星期之后，你会发现自己在暗处走路时更有信心，转身时不会头晕。这些改变都是真实的神经可塑性在发生。做到这个里，你可能已经感觉到脚有点酸，或者心跳有点加快，这很好，这代表你的身体正在工作。但是不要急，平衡训练不是比速度，而是比稳定。每一次练习都是在跟你的神经系统对话，告诉他我还需要你，请不要休眠。我常常跟我的病人说，平衡能力就像银行存款，你年轻时存得够多，老了才有本钱花。现在做的每一个动作，都是在为未来的自己存健康，让自己休息30秒，喝口水。然后我们要进入第3个，也是最实用的动作。第3个动作是不用手从椅子上站起来。这听起来很简单，但它是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能力之一。当你能够不用手就站起来，代表你的大腿肌力、核心稳定度，还有平衡、协调能力都在正常运作。很多长者之所以跌倒，就是因为从椅子起身时重心没抓好。现在让我一步一步教你正确的方法。首先，坐在一张稳固的椅子上，脚掌平放在地上，膝盖大概呈90度，把你的双手向前伸直，这样可以帮助你保持重心向前。这里有个关键技巧，
把你的鼻尖对准你的脚尖，这样你的上半身就会自然前倾，重心才不会往后倒。深呼吸，然后一气呵成的站起来，不要犹豫，也不要分段，就是一个流畅的动作。如果你第一次做不到，没关系，可以先用手指轻轻碰一下椅子扶手，但不要用力撑。每天练习，逐渐减少手的辅助。每一次你成功不用手站起来，都是一种重新掌握人生的信号，一种我还可以的证明。这个动作在训练你的股四头肌，也就是大腿前侧的肌肉，还有你的核心肌群，包括腹部和下背部的稳定肌肉。更重要的是，它在训练你的神经肌肉协调能力，让你的大脑知道如何指挥这么多肌肉群同时工作。每天做5到8次就够了，可以分散在一天当中。比如早上起床后做2次，中午做2次，晚上再做几次，身体会记得你给它的信号。只要你持续给，它就会持续回应。让我跟你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。阿美65岁，住在新北市，退休前是行政助理。他来找我的时候，最大的困扰就是每次从椅子上起身都要扶着桌子，不然就会觉得站不稳。他很害怕这个问题会越来越严重，有一天可能会在外面跌倒。我教他这3个动作，每天早晚各做1次，每次不到10分钟。3个星期后，他回诊时整个人神采飞扬。他告诉我，医师，我现在可以不用扶手上下楼梯了，而且走在路上也比较有信心。他的改变不是奇迹，而是身体对正确训练的正常回应。当你给身体它需要的刺激，它就会改变。阿美现在还持续在做这些动作。他说这已经变成他的日常习惯，就像刷牙一样自然。他最开心的是可以放心的带孙子去公园玩，不用担心追不上或者站不稳。这就是我希望每一位看这一支影片的人都能得到的改变。重新相信自己的身体，重新享受移动的自由。为什么这3个动作这么有效？让我用最简单的方式解释给你听。你的平衡系统就像一台3轮车，3个轮子要一起转，车子才会稳。第一个轮子是比目鱼肌，它负责稳定你的地基，就像建筑物的地基一样。第2个轮子是前庭系统，也就是你的内耳，它负责定方向，告诉你的大脑你现在是正的还是歪的。第3个轮子是你的大腿和核心肌群，它们负责执行动作，把你的身体移动到对的位置。这3个系统必须协同工作，任何一个出问题，你就会不稳。我们刚才做的3个动作，正好分别训练这3个系统：单脚脚跟抬起唤醒地基，闭眼单脚站立唤醒方向感，不用手起身唤醒执行力。3个一起练，你的平衡能力自然就回来了。现在让我给你一个7天的实际计划，帮助你把这些动作变成习惯。第1天到第3天，每天早上刷牙后做1次，每个动作慢慢做。重点是找到正确的感觉。第4天到第6天，增加到早晚各1次，可以选在看电视广告时间，或者等水烧开的时候做。第7天做一个小测试，闭眼单脚站10秒，
双手不动。如果你能做到，恭喜你，你的平衡反射系统已经开始重新启动了。记住，这不是一个短期计划，而是一个长期的健康投资。7天只是开始，真正的改变会在3周到6周之间发生。把这3个动作融入你的日常生活，就像吃饭喝水一样自然。你可以在等公车的时候做单脚站立，在看新闻的时候做脚跟抬起，在起床后做不用手起身。7天后，试足闭眼单脚10秒，你会惊讶于自己的进步。在你开始练习之前，让我提醒你3个最常见的错误，避开这些陷阱，你的进步会更快、更安全。第一个错误是太快，很多人急着想看到效果，动作做得又快又急，结果反而练不到正确的肌肉。记住，慢才是快，每一个动作都要慢慢做，感受身体的变化。第二个错误是用力过度。平衡训练不是力量训练，你不需要咬牙切齿地撑着。如果你觉得很吃力，代表你的姿势可能不对，或者强度太高了。第3个错误是忘记呼吸，很多人一专心就会憋气，这样反而跟他让肌肉紧绷，平衡变差。记得保持自然呼吸，吸气吐气，让身体放松，慢一点，不要过度用力。记得呼吸，你的身体会记得正确的方式。现在，我要给你一个简单的自我测试，让你知道自己的平衡能力恢复得如何。这个测试只需要10秒钟，但它非常准确。准备好了吗？站在一个安全的地方，旁边最好有墙壁或家具可以扶，选一只脚站立，另一只脚抬起，然后闭上眼睛，双手放在身体两侧，不要乱动，试足维持10秒钟，不要睁眼，也不要移动，支撑脚。如果你能做到，恭喜你，这代表你的平衡反射系统已经被唤醒了。如果还做不到，没关系，继续练习前面3个动作，每周测试1次，你会看到自己的进步。当你第1次成功完成这个测试，请在留言区打上“平衡重启”4个字，让我知道你成功了，也让其他正在努力的朋友看到希望。你的成功会激励更多人开始行动。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把它分享给你的阿公、阿妈、爸妈或朋友，特别是那些走路开始不太稳的人，他们也需要这种稳定的力量。也许他们不好意思说出口，但他们心里也很担心自己会跌倒。你的一个分享，可能就改变了一个人的生活品质。记住，平衡训练不只是个人的事，而是整个家庭的事。当家里的长辈站得更稳，全家人都能放心。我们不是一个人在面对老化，我们是一个社群，一起学习如何优雅地变老，如何保持独立和尊严。请把这份知识传出去。最后，我想跟你说一句话：平衡不是完美，而是重新相信自己的身体。跌倒很可怕，但更可怕的是因为害怕跌倒而不敢移动。当你开始练习这些动作，你不只是在训练肌肉和神经，你更是在告诉自己：我还在，我还能走，我还有力量掌握自己的人生。每一次你稳稳地站起来，都是一种胜利；每一次你闭着眼睛站稳10秒，都是一种重生。
你的身体比你想象的更有智慧。只要你愿意唤醒它，它就会回应你，祝福你。也祝福每一位正在努力重拾平衡的朋友。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通知。下一支影片，我们要一起做3分钟平衡测试，让你更精准地知道自己需要加强哪些部分。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想分享你的进步，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。记得，健康是一辈子的功课，但只要每天进步一点点，你就会越来越好。谢谢你今天花时间跟我一起练习，我们下次见，保重身体。记得每天唤醒你的平衡系统，再见。